看福啊吼，嘿，来讲老师开始工作。我今仔早来故事是，咱先看图，咱来看卖这图内底有啥物动物？有啥物动物？这只是啥？刚才？唔知？刚才蛇对无？啊，这只是啥？咱看会到？咱看会到？咱看头前。应该是要坐下，我叫人坐下。啊，你较头前就好啦。哦，这是一只啥物？鸟啊？鸟啊？好，啊，这是一只啥物？啊，恁坐。回去恁就坐坐。空气对无？敢会晓讲？你会记得哦？等下我讲故事讲了会送你小的。真的哦，哇！你冇小的你给我看。好啊，这只是啥物？四卡对无？嘛会使叫伊水鸡，水鸡，嘛会使叫伊四卡。好，安尼你摇看卖，这四只倒一只是主角？你感觉是天顶的这只，还是涂骹咧扫的这只？是中央这只。中央这只叫做水鸡，这个故事叫做水鸡爱偷听。好，咱来看卖咧，这个故事咧讲啥物？好，咱先看这个图，这有一只水鸡对无？爱边仔摕这是一个梨啊，一堆会有这梨啊。海边啊，海边啊，嘿。这梨啊对无？好，啊，咱来看这个水鸡摕这个梨啊，要来创啥物？来遮济啦，叫咱嘛当做囡仔。这童心的妈妈呢，一生就一个啦。对。哦，童心的妈妈来遮济。好，这水鸡咧，有一天伫路行咧行咧，伊伫路咧行咧行咧，发现一个梨啊。啊，这个梨啊，内底应该要有一只叫做架生啊。架生啊！啊，这个架生啊咧，伊可能变大只，所以伊去找伊新的厝，所以伊这个梨仔咧，伊就无爱用啊。好，所以互水鸡捡着，啊，水鸡咧就甲摕起来看卖咧。哦，感觉真水哦。好，啊，伊即马就甲这个梨仔咧放当伊的鱼缸，放当伊的鱼缸诶，伊听着，伊对迄树仔顶。安尼听，伊发现，会使甲迄树仔顶的鸟仔的声听甲足清楚的哦。所以伊发现用这梨仔来听，会当甲伊想要听的物件听甲足清楚。好，咱过来看。啊，这只水鸡咧，就开始用这个梨仔四界去听，四界听，四界听。啊，伊听到即马有蜂咧伫遐飞来飞去。哦，所以伊感觉安尼足趣味的哦，伊也即马对对，迄个梨仔就会使帮助伊，甲遐声听甲足清楚的。所以伊对树仔顶鸟仔的声足清楚的，伊对蜂的声足清楚的。好，咱再来看。好，结果伊走迄堆啊，这是向因兜，敢看会出来？兔啊，对无？兔仔因兜，走去兔仔因兜，啊伊甲迄梨仔对迄门顶。听看卖，因兜咧创啥物？啊，伊听到哔哔啵啵的声，哔哔啵啵有可能伊咧创啥物？蹦啥物？蹦米芳。哦，啊，毋过兔啊，因母啊，毋是蹦米芳，伊是蹦番麦。蹦番麦是爆米花，啊，咱的蹦米芳是用米，啊，蹦番麦是用番麦，玉米。好。恁敢有介意食？有。所以伊发现兔仔因母也咧蹦番麦，所以咧，伊即摆就想讲，我要摕物件来甲迄个兔仔妈妈交换，所以伊就伫路边行过，发现有一蕊真水的花，所以伊去甲头挽起来，然后挽起咧，就甲兔仔妈妈因兜的门敲敲敲敲敲敲，伊就去找伊。所以伊甲即个
水鸡甲花送互兔仔妈妈，结果兔仔妈妈就甲伊缝好诶缝番马，摕互水鸡食。哦，水鸡足欢喜诶！哦，原来我诶螺啊有即种功能，伊会当偷听到别人咧创啥物，啊，我会使溜去找伊，对无？哦，伊会当偷听。好，过来，伊搁走去堆啊，这是啥物？树啊，对无？伊走去树仔顶，啊，树仔即个空内底大啥？你感觉有大啥？头拄仔咱上头前看到一只啥物？这只是啥？碰气，对无？有碰气，好，伊偷听看碰气伫内底碰气啦。伊偷听碰气，因到底是咧创啥？伊发现有人足大声的咧喊讲：“你莫甲我拍啦！你莫甲我拍啦！”是向红拍，碰气互因母仔拍，因为伊搞怪无乖，所以因母仔咧甲拍，伊就讲我后盖唔敢啦，你莫甲我拍啦。哦，所以伊偷听到碰气囡仔互因母仔拍。好，过来，伊搁拍伫涂骹，用这螺仔偷听，迄蛇阿公伫厝里咧创啥物？结果伊发现蛇阿公啊，因为伊已经老啊，所以伊烧了无介好啊，所以伊无小心甲伊的尾啊怎拍甲啊，足好笑的蛇的，伊家己烧甲拍甲，对无？所以伊就伫遐偷啊笑啊，哪会遮好笑？好，过来看，走去对。哦，伊搁走去边仔偷看这乌龟，这乌龟的我是看袂出来，毋过才有一只查甫的，搁有一只查某的。啊，这伊偷听到啥物呢？偷听到迄只查甫的乌龟对迄个查某的乌龟讲：“我足介意的。”对哦，伊偷听到安尼，伊讲：“因两个偷啊伫遐谈恋爱。”好，啊，过来掀过来看。好。这只水鸡佮走去池仔边，这是毋是有一个水池啊？伊走去池仔边，偷看这只鸭，伊当咧洗身躯。啊，伊咧洗身躯是正常的代志，对无？毋过伊当咧大声唱歌，水鸡就发现伊唱歌安怎足歹听的，伫遐，啊！伊家己唱甲足欢喜的哦，咱家己洗身躯的是毋是嘛？唱甲足欢喜的，毋过咱家己感觉好听，无一定别人感觉好听，对无？哦，所以伊就感觉讲，哦，这个唱歌有够歹听的，哦，啊，水鸡就偷听到，迄个咱咧唱歌，好，过来咧，这水鸡后伊偷听到足侪人的代志，伊有听到蛇阿公跋倒，对无？有听到碰气。互伊母仔拍，啊，搁有偷听到乌龟讲，哦，我足介意你的，对无？哦，伊就四界哦，袂甲人讲哦，四界走去甲人讲哦，讲迄个碰死囡仔互因母仔拍，啊，传甲逐个拢知影，所以逐个听着伊安尼讲的时阵，你感觉逐个会欢喜也无欢喜？一定足生气的啊，因为你拢偷听别人的代志啊，啊去甲人讲啊，对无？我互阮母仔拍，我一定无想要互因知的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大家都足生气的啊，讲哦，你哪会使安尼来偷听别人的代志啊，然后去甲别人讲啊，所以大家都足生气，然后叫伊以后莫安尼。不过水鸡无讲甲伊有对啊，因为伊感觉迄是伊家己去摕迄个螺啊去听，感觉伊无唔对。再来继续。水鸡发现大家伫一个所在，伫遐偷啊咧讨论代志。这个时阵，水鸡搁甲伊的螺仔摕出来，伊想讲，安尼我就会使听着伊到底是咧讲啥。伊听着伊遮的朋友，动物的朋友咧讲，咱来较细声，绝对袂当互水鸡听着。咱即件代志一定要好好啊处理，偷啊处理，安尼安尼才会好耍。水鸡就想讲奇怪，你是咧讲啥物？我嘛想要知影。结果伊搁听到有一个人讲，袂当，绝对袂当互水鸡知影咱咧
做即件秘密的代志。啊，水鸡就足艰苦的，伊想讲，原来大家有遮尔讨厌我，遮尔讨厌我，啊，伊就足艰苦的哦，头头啊伫遐咧流目屎，啊，伊搁甲伊的螺仔弹掉哦，伊搁甲伊的螺仔弹掉，伊感觉是迄个螺仔害伊的哦，伊甲迄个螺仔弹掉，啊，家己伫遐咧流目屎，安尼你摇看卖，因到底是要创啥物？当知影？好，迄个伊就伫远远的时阵听着一个声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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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大家是要帮伊庆祝水鸡生日，所以准备一个鸡卵糕要互水鸡。哦，原来大家毋是讨厌伊，大家是要帮伊庆祝伊的生日。好，所以咧，水鸡，不是水鸡，啊，就去帮伊甲伊的螺仔捡落来。伊讲，只要你以后莫搁黑白共偷听，安尼你嘛会使，大家就袂讨厌你，因为你偷听搁甲代志讲出来，对无？所以大家就感觉伊安尼的行为，大家无介意，所以即个螺仔咧，水鸡就甲收起来。啊，收起来了后，有一天，碰死的妈妈就去甲水鸡拜托，你敢会使来帮我甲阮兜的树仔听一下？因为阮这树仔内底敢若有足侪虫的，你会当帮我找看卖即个虫伫底无？所以水鸡就摕伊的螺仔去对迄个树仔顶，就开始听讲，底有蜜虫。所以你敢有看到底有虫？对，底有虫，敢有看到？有一只，对对，一只，才有一只虫。啊，伊就去帮碰瓷妈妈听，甲虫拢吹出。过来，阁有人想找伊帮忙。这是啥？哦，蛇，还是兔啊？因就开始啊，阮兜有漏水啊，你帮我听，迄水是为地流落来的，啊是流去倒位去？吼，迄个水鸡真厉害，伊阁会使去听，阁会使帮人掠流，掠咧水流去倒位？吼，所以大家拢来帮伊找看卖。啊，有的人是讲因兜的眠床骹有啥物怪声，所以伊用螺仔去帮忙听讲，啊，迄个怪声是为倒位来的？吼，安尼，过来。好，所以水鸡捡到即个螺仔一开始是用偷听，毋过到尾仔伊会使帮别人去甲一寡怪声吹出来。所以一件代志会当有好的嘛有歹的，所以咱爱去想看卖，咱若做即件代志，是毋是会当帮助别人？所以偷听是无好的代志，毋过水鸡上尾仔用即个螺仔会使去帮大家找一寡声出来，所以伊就足欢喜的，以后大家袂搁讨厌伊。好，安尼，我的今仔的故事讲到这，水鸡爱偷听。好，安尼咱来问看卖咧，今仔有一个囡仔伫遮对无？你敢会使甲老师讲，你熟悉对一只动物？敢若爱丽是伊个，迄种只。对一只？你知影对一只？哎呀，你安尼妈妈拢跳，阮拢跳袂着。无你来我边仔甲我讲。你讲，奖品就较济咯。你嘛大个，奖品有哦，很好。中间不是耶，那是硬的，但我硬着妈妈。对一只，你知影对一只？对一只？一对。这只是啥物？鸟啊，对无？啊，这个咧，你敢知？你知？碰啥物？碰气，嘿，搁一个。哎，啊，这只咧，蛇。你讲一个。哎，啊，这只咧，这是啥物？水鸡，好，你拣一个，拣你介意。那会较水啦，哦，哎，那可水的嘞。好个啦。介意就是。一个拣。啊，你有够好康的哦。啊，这敢有介意的？哈，你使拣两个哦。来，等下，这个
够好呀！非常棒哦。嘿，你阿讲搁要紧坐，妈妈搁回答紧。对啊。哎，后礼拜的礼物都准备好啊。对。就特多谢大家。多谢吼，感恩咯，感恩，拍拍啊！哦，你看就是安尼水，就是因你绘本课程，甲你做出来吼，顶礼拜嘛是讲家己的吼，真好。嘿，这拢这拢还佫无讲过故事对吧？好，来，安尼请开始，甲恁拍拍啊！好。咧讲土仔摕冠军的故事。爱较大声哦，你若无麦克声爱较大声，但是你要用麦克。有录音哦，有录影呢。古早有一个庄仔头是动物园，因足时行拍羽毛球的，常常有世界冠军伫即个庄仔头出现。有一只土仔就爱拍羽毛球的，佮伊的身材矮佮肥，所以互人看袂起。动物园的人讲，哇，看，阮的第一次选手佮摕冠军啊！而且是世界冠军，这是因第5摆摕到世界冠军。因拢是，咱拢是以做员工。羽毛球是一个种讲求身体素质的运动。若像迄只土仔身材无够好，是无法度摕到世界，无法度甲羽毛球拍调好的。一个动物园足侪动物拢咧拍羽毛球，一只土仔伫遐人。而且拢爱甲动，嘛无法度共借羽毛球拍。土仔的同学讲，土仔，啊你遐矮是要安怎跑，要安怎摕世界冠军？所以经过足拍拼练习的，土仔头了有参加一届国际比赛，而且伊的伫决赛的时阵拄着一个足强的选手是亚龙。土仔讲，这是我头一摆参加国际赛，就拄着遮尔强的选手。亚龙讲，哈哈，你阮输的啦。土仔佫讲，我一定要赢。亚龙遮强，跳起来杀球，足有气势，互土仔感觉足惊的。经过即摆比赛，土仔受到足大的打击，甚至想要放弃羽毛球，来收起家己的梦想，还是决定坚持落去。几个月了后，一年一度的羽毛球比赛决赛又搁是土仔对着亚龙。土仔讲，即摆我一定。亚龙讲，哈哈，莫讲耍笑啊，比赛开始的时阵，大亚龙领先一场比赛，土仔感觉足紧张的。搁土仔随调整伊的心态，开始享受比赛。亚龙讲，你嘛是搁遮尔啊软只，搁一分我就拍赢。土仔讲，我袂安尼个认输。
这个时阵，土仔表现出一开始拍羽毛球的决心，对自己拍，对家己讲，我是上强的。就算伊的身材输人，啊，毋过只要坚持过去，就袂输。最后土仔赢，土仔讲我赢，我是世界冠军。了我可恶，我竟然输啊！这是土仔头一摆赢亚龙，而且是伫伊的故乡赢的，意义完全无共。土仔讲，这是我第一摆赢亚龙，大家拢会为我感觉足骄傲。那讲故事讲了啊，多谢多谢啊。